各位啡粉、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咖啡室，我係主持大飛哥。今日要同大家跟住一位默默持貨16年嘅業主，佢做咗一個相當破格嘅決定。兩個市區細鋪齊齊以10萬元起拍，尺價低至556蚊起。咁一折價背後係賭一次市況，定係精準部署？會唔會出現自用買家或者投資者即場執到筍盤？我哋一齊睇清楚。講到呢度，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。因為到拍賣日，我哋會第一時間跟進成交同埋市場反應，俾大家最實用嘅分析。先講重點，兩間鋪位都係同一位業主持有，分別喺灣仔298電腦特區同埋旺角荷里活購物中心，定於2026年2月11號星期三，由中誠拍賣行 CS Property Group 以10萬蚊開拍。灣仔嘅嗰間係298電腦特區 UG 層，建築面積約180平方尺，起拍10萬元，換算尺價大約556蚊。旺角嘅嗰間喺榮華大廈荷里活商場1樓33號鋪，實用面積約100平方尺，起拍亦係10萬元，尺價約1000蚊。兩個開價都遠低過銀行估值，灣仔大約140萬，旺角大約90萬，折讓分別約93%同89%，市場都話係罕見嘅一折價。老實講，呢個價位一出，的確好吸睛。不過拍賣仲未舉行，成交價要睇現場。最後我哋會加多一段市場走勢分析，大家睇到未？順便提一聲，如果大家最近要去旅行要訂機票酒店啊，可以係影片描述欄撳我專屬優惠連結，慳翻啲旅費。而家落翻細節，灣仔呢個 UG 層細鋪，前身係電腦組裝同維修業務租戶做嘢，最新月租大約5000蚊左右，近半年交吉空置。中誠拍賣行講呢個鋪位銀行估值喺140萬附近，而今次起拍10萬。即係比估值有93%折讓，業主喺2010年7月至8月期間以235萬入手，持貨超過16年。今次用一個非常清晰嘅價位拎去市場，坦白面對市況，策略相當果斷。其實298電腦特區喺90年代曾經係電腦用品熱點，但近年科技消費轉晒上網，加上唔少人北上消費，商場人流真係明顯削弱，外界都叫佢做死場，出現多宗吉鋪，回報率跌到得返2至3%，遠低過住宅。喺呢個背景之下，業主揀拍賣以超低起步吸引市場眼球，目標清晰，爆點係乜？好簡單，大家腦裏邊想象下，市區一個 UG 層細鋪，紙上估值100幾十萬，而家擺10萬起，一張價單就將市場真相放到台面。以新聞角度睇，呢種透明出價，短時間確實會聚焦唔同類型買家，包括自用做工作室、倉小鋪或者有經驗嘅投資者試探性入場。我自己嘅觀點係，低開唔代表低走，拍賣場上會有競爭，同時鋪位用途同人流結構係最終回報嘅關鍵。你又會點睇？如果10萬起到，會唔會考慮入手800尺嘅灣仔 UG 小鋪？或者你覺得要睇多幾年市況先，專長去旺角？旺角荷里活購物中心即係榮華大廈荷里活商場1樓33號鋪，實用大約100平方尺，同樣10萬蚊起拍，尺價約1000蚊，銀行估值大約90萬，折讓89%。業主喺2010年11月以180萬購入。旺角本身人流旺，但小型商場近年同樣受網購同消費形態改變影響，細鋪租務未必如街鋪咁硬淨。呢位業主用相同策略，統一日子、統一開價，俾市場自己話事，係一個好乾淨嘅出手方式。畫面感係兩張拍賣清單同場登場，10萬蚊開波，睇下現場點樣反映真實需求。我嘅觀察係旺角呢個單位有區位加分，但商場動線同項目定位就要買家自己去睇。自用兼做倉、寄賣、工作台都有可能係新用途。你哋覺得旺角100尺細鋪喺而家嘅消費環境，仲有乜創新玩法可以釋放價值啊？小總結翻呢位中心人物，即係持貨16年嘅業主，今次將兩個市區細鋪同時低開拍賣，某程度係用行動去同市場對話。以起拍價計，同2010年買入價比較，灣仔嗰個價差約225萬，旺角約170萬，價差幅度分別約96%同94%。佢選擇唔係死守，而係以務實姿態用拍賣機制尋價，喺不明朗之中創造流動性，對市場嚟講係一個參考。再放大少少睇背景，香港整體零售鋪市近年受幾個因素影響，其一係高息環境，銀行同業拆息維持喺4至5%，持貨成本高；其二係旅遊復甦較慢，2025年訪港旅客約7000萬，距離2019年仲有約20% 缺口；其三係消費形態改變。電商同跨境消費分流，令傳統商場人流下降。中原工商鋪指數喺2025年年底報45點，較2010年高位跌逾70%。成交層面，中位數尺價約12000蚊，市區小型鋪5000至8000蚊都有。但今次兩個個案落到556至1000蚊，確實屬極端一折價。有人會問係咪見底？
我會話利率如果喺2026年真係降到3%，細鋪有機會見到10至15% 嘅技術性反彈。不過點樣分佈要睇地段同用途。最新進度方面，去到2026年2月2號，中誠拍賣行網站確認2個鋪位列入第82期拍賣，物業編號分別係260211117同260211118，用途咧都係非住宅。睇樓需要查詢，市場反應呢排都幾熱鬧，有投資者留意筍盤。不過大家都明白，起拍價遠低銀行估值，成交最後要靠現場競投定價。類似例子係油麻地廟街鋪位，舊年底以80價拍賣成交，尺價約2000蚊，反映市場會為有基本人流同用途嘅鋪位買單，但價格要合理。同時間，住宅市場又係另一幅圖畫，西沙 2B 旗士亞斯周日次輪賣出350伙，即日全數沽清，佔住週末新盤成交約80%。十大屋苑週末錄得19宗成交，創出22個月新高。有家庭客半個鐘睇樓即簽，仲願意以股價高約8%買入依日兩房。何柱國家族亦喺山頂白加道徑縣沽出一個單位，成交約1億4千萬，持貨19年，獲利約7200萬。呢啲都暗示資金由工商鋪轉流去住宅。對於有興趣留意鋪位嘅朋友，我會建議集中研究地鐵上蓋或者旅遊區主幹動線。呢啲位置喺復甦週期入面，防守性通常較好。講到尾，今次中心人物以2個10萬蚊開拍嘅市區小鋪，為大家打開咗一個窗口，睇到市況，睇到現金流策略，亦睇到拍賣場嘅定價功能。關鍵字係一折價、務實出手、尋價拍賣。你覺得邊一個鋪位嘅潛力大啲？會唔會喺拍賣場入一標？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，分享你會點樣運用呢類細鋪。如果中意今日嘅分析，幫手俾個 like、share 俾你個 friend。最重要係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，同埋撳下個鐘仔。我哋會緊貼拍賣日2月11號嘅現場消息，之後再有成交追蹤同埋市場走勢解讀。最後再提一提，如果最近要去旅行訂機票酒店，記得睇片底描述欄，用我哋專屬優惠連結幫你慳到盡。我係主持大啡哥，下集再見。